今年嘅冬至咧，真係非比尋常。12月21號，恰逢農曆嘅11月初二，經常講冬大過年。往年嘅冬至啊，可能大家未必太過在意，咁但係今年嘅冬至咧，卻有住特殊嘅意義。佢恰逢天赦日，咁樣嘅巧合咧，下一次可能要等下個世紀㗎啦。冬至咧係一年當中夜晚最長、白天最短嘅一日，佢象徵住新一輪嘅開始，寓意住希望同埋生機。咁而天赦日真係另一種形式嘅新生，兩者疊加，仿佛賦予咗呢一日更加蓬勃嘅生命力。冬至遇天赦，三做四不做，呢啲老傳統能夠流傳至今，自然有佢道理。嗱，我哋不妨聽下係邊啲講究，呢個呢亦都係對傳統文化嘅尊重同埋傳承。呢條視頻呢，你刷到真係有福噶啦！好多人呢可能未必太重視咁樣特殊嘅日子，咁但係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夠平安健康，希望睇完呢個視頻之後，你都能夠留翻句冬至安康。我同你講，有時候呢，喺你寫呢幾個字嘅過程當中，注入信念嘅嗰一刻，無形嘅力量就喺一念之間。好啦，三做究竟指邊三做？第一，早上起床嘅時候，記得打開啲窗口通風換氣，等充滿生機嘅氣息流通室內，清清爽爽迎接美好嘅呢一日。第二，冬大過年，人間小團圓，呢一日呢唔少得親友之間嘅祝福，相互美好嘅信念傳遞，會提升自身嘅氣場。第三，瞓覺之前浸腳搓耳仔，尤其搓耳仔10分鐘嘅按摩可以疏通耳仔，對應人體90幾個穴道，防寒護陽啊，最適合冬至養生呢個特殊嘅時刻。咁邊四唔做呢？第一，唔好喺冬至呢一日做重大決定，因為呢一日生機勃發，一切處於散發階段，心情平靜落嚟，遇事則緩係關鍵。第二，唔好霎氣，呢一日呢充滿歡聲笑語，要保持好嘅心情。第三，如果屋企裏邊呢有枯萎嘅花花草草，記得及時清咗佢，置換新嘅，令家庭當中有新嘅生機。第四，冬至係一年當中夜晚最長嘅一日，自古有早啲返屋企食團圓飯嘅習俗。同無謂嘅應酬四路，記得多陪伴親人，呢一日你會更加感覺到親情嘅難能可貴。記得分享出去，祝大家冬至快樂。